香港立法會選舉將會喺9月5號舉行。由於選舉臨近，部分候選人以2047作為選舉宣傳嘅一部分，成功令到啲議題係升溫嘅，令人開始關注到2047年之後香港嘅前途問題。2047嘅問題係始自於鄧小平喺1980年代所提出嘅50年不變，即係中國保證香港喺所謂回歸中國之後呢，除咗換一面旗之外，乜嘢都唔會變。經歷咗19年嘅政權移交，香港人當然發現呢個保證係不斷俾人侵蝕啦。香港嘅制度不斷咁喺度腐爛，以目前嘅退化速度繼續運作落去呢，將唔需要等到2047年，香港就同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相當接近。而50年不變嘅保證，首先見於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嘅第3-12條，關於中國對香港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同本聯合聲明附件1對上述基本方針政策嘅具體說明呢，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以中國香港特區嘅基本法規定之，並喺50年內不變。留意中英聯合聲明裏面呢個50年不變係非常廣義嘅，例如第3-3條係保證香港有獨立嘅司法權同埋終審權，現行法律係基本不變。第3-5條係包括保障人身、言論、出版、集會、結社、旅行、遷徙、通訊、罷工、選擇職業、學術研究、宗教信仰等各項權利同自由，甚至係連私有財產、企業所有權、合法繼承權以及外來投資係均受到呢個法律保護。呢一點同基本法第5條狹義嘅50年不變係有所唔同嘅。基本法第5條將50年不變係縮窄到香港不實行呢個社會主義制度同政策，保持原有嘅資本主義制度同生活方式50年不變。呢兩個50年不變雖然字眼係一樣，但係意義係差天共地。因為基本法第5條嘅50年不變只係保證咗資本主義，而唔係香港嘅自由、人權同埋法治。因此，如果想修改呢個50年嘅年期去延長對香港嘅保證，就必須修改中英聯合聲明對香港50年不變嘅保證，而唔係呢個基本法嘅第5條。至於有關香港嘅地權問題，亦係由中英聯合聲明嘅附件3有關土地契約所保證嘅。例如英治年代早期所批出嘅999年期嘅地契，都被附件3嘅第1條所承認。而近幾年新批出嘅香港地契就早已經超越咗2047年嘅呢個所謂嘅大限。問題嘅焦點係喺英治年代批出，因為聯合聲明而延到2047年到期嘅地契。呢啲土地嘅地權將要面對2047年嘅大限問題。但係呢個地契嘅續約本身已經由基本法第123條所規定。香港特區成立以後滿期而冇續期嘅土地契約，係由香港特區自行制定法律同埋政策去處理嘅。因此呢個係特區政府透過立法會自行去立法嘅問題，完全係唔需要諮詢北京，更加同基本法係咪延續係冇直接關係嘅。因此將地契拉上北京係自行引狼入室，俾中共更多干預香港嘅藉口。更加重要嘅差異係目前香港制度最大嘅保證，唔係由中國片面制定嘅基本法，而係現實政治美國係以美國香港政策法所保證嘅。中國必須俾香港擁有中英聯合聲明所保證嘅一切，特別係 Section 2特別提到香港嘅人權問題。否則，美國將可以取消對香港嘅特別嘅待遇，當香港係中國一樣嚟處理嘅。咁點解中國至今仍然對香港只係有限度嘅干預，而唔係全面廢止一國兩制呢？真相係中國需要香港係自由世界嘅地位，因此美國單方面嘅保證先至有效，而唔係中共成日當係廢止嘅保證。
因此，中國任何單方面改變對基本法50年不變嘅保證，喺無法改變中英聯合聲明以及美國對香港嘅政策之下呢，其實就同中國單方面保證香港有雙普選一樣，係冇任何作用嘅空頭支票承諾嚟㗎。連喺30年前鄧小平嘅保證，都已經成為咗冇人理會嘅口號。30年之後，無論中國係咪永續共產黨，又有邊個將會仲記得習近平呢？我係林忌，多謝大家收聽。